头一个甲爸爸妈妈做伙就这无，对不？你会紧张无？嘿，紧张。紧张哦！啊，恁即个带碰 Q 做伙就这部嘛是为着伊的健康对吧？对，因为对伊才5岁，嘿不过已经35公斤啦。哦，嘿嘿嘿所以我都知要6岁啊呢，才22公斤呢。啊，不过碰 Q 看起来嘛是足健康的啊。因为平常时伊其实伊的运动吼真好，对真爱跳步啦，伊做到16吨。哎呦，是哦。因为吼过年的时阵，阮拢会迄个，比如讲吼16吨啊嘿，爸爸妈妈互你一个红包的安尼，所安尼以碰 Q。uncle 嘛，互你红包，互你表演一下好不好？趴下高雷哇，够标准呢！姐，你要超过啊吧？水啊！水啊！水，哎，刚刚已经超过16吨啊啦。